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7月1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7节到32节，阿摩司书第8章13节到第9章第4节，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到第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听甲分。听伫基督信仰来讲是一个精神，嘛是界面的要求。但是伫实际上，这个世界却是充满济的怨愤。咱看见伫前礼拜发生伫南投草屯一间农业科技公司迄种枪决性的凶杀案。照凶手所讲的，是出自伊的怨恨无论是亲像伊所讲，是8年前公司内底有几位伫法庭来证明伊是用暴力来伤害人，才会证人对因的恨以外，嘛是真有可能啦亲像检警咧怀疑，这个背后有商业的纠纷，迄个是讲因为这个公司的头家这个博士动人的财路，引起的杀机等等的可能性，基本上拢是出自恨的基础，毋是出自听。心内有恨的人，就亲像咱前几工伫途经的分享的中间所讲的，这种有恨的人真容易看袂到，也听毋捌，失去了警觉性。南投这个造成4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这个理性的凶嫌犯呢？伊听到警方讲伊有可能要面对死刑的时阵，伊就表示后悔甲惊吓，甲拄好去互领迄种轻松改成无代志迄种的态度表现是完全无共。亲像保罗写予罗马教会的批信中间所讲的，因为罪的代价是死。毋过，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白白赏赐予咱的恩典，却是永远的活命。这是伫罗马书第6章23节所讲的。先知阿摩司安尼甲以色列人提出因的警告。伊讲：我看见主徛伫祭坛的边。伊讲：我要用锤来拍圣殿的这个跳梁啦互整个的厝来倒落来，拍碎每一个人的头。我要用刀剑杀死其余的人，一个也袂通免，一个也走袂去。哪会惊讲因会乌地洞钻入去伫阴间，我嘛要甲因掠出来。无论因是爬到天，我嘛会去甲因救落来；无论因是走到家己山的山顶，我嘛要去找甲因找出来；无论因是秘伫海底，我也要叫海怪来吞食因；无论因是受掠，我嘛要叫对敌来处死因。我已经决定要消灭因，无要帮赞因。虽然是安尼，上帝无欢喜人违背伊的旨意去敬拜偶像。照着因所做，先知预言将来会拄着灾难，但是事实上，上帝却袂为因为人的歹所行来怨恨来对待因。反倒将这个救恩、赦免、恩典
赏赐予世间人。咱会通对即个约拿书的记载中间来看，约拿喙中的上帝是耶和华。我伫本国的时阵，竟毋是安尼讲。我知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你无快快受气，你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无要讲所讲的灾厄，所以我着紧紧来逃走，他死去。耶和华现在你赐我的命，而我死了比活地搁较好。上帝疼世间人，将伊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赏赐予世间人，予一切愿意相信的人。伫约翰一书甲咱讲，圣经安尼记载：我的囝，我写这个是予恁无搁犯罪。若有人犯罪，咱有一位公义的耶稣基督，替咱天父来定情。基督牺牲家己，赎咱的罪。伊不但为着咱的罪，也为着全人类的罪，牺牲伊家己。如果咱遵守上帝的命令，咱就知咱捌伊。若有人讲我捌伊，却无遵守伊的诫命，安尼人是讲白贼，真理就甲伊无关。但是迄个遵守上帝的道的人，伊对上帝的疼就达到完全。迄个讲伊有上帝的性命的，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安尼咱才有把握讲，咱有伊的性命。基督诚做咱的保惠师，不但诚做咱的大祭司，伊嘛诚做咱得到救恩中间的即个桥梁。伊为着咱真情，就伫法律的角度来讲，伊就是咱伫上帝面头前的辩护律师。咱知影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要用无罪来定论。这个无罪，并毋是因为咱真正无罪，乃是因为咱接受着耶稣基督伊的救恩。家己就诚做判刑的对象，伊用疼代替恨，这是约拿先知所得爱学习的，也是基督徒的咱每一个人所需要学习的。耶稣基督也提醒咱，不但爱彼此相疼，也得爱用疼的行动来证明咱是属于基督的，搁较着爱要求基督徒来疼对敌。老师常常甲朋友安尼滚酸笑讲起，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无敌超人呐。为什么讲呢？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诫命甲基本的要求。心中无有对敌的人，才会通无后悔、无条件来疼对敌。当然，这的确是真困难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这是必然所需要去做的代志。诗篇119篇17节到32节，求你施大恩予你的仆人，予我活通遵趁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目睭，予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
我伫地上是出外人，求你毋通对我抗捌你的诫命。我不时迫切恨无你的规例，恨无到强要分去。你责备骄傲受咒诅的人，因未路离开你的诫命。人对我凌辱甲看轻，求你除去，因为我有遵守你的教示。统治者坐咧参详要害我，毋过你的仆人默想你的命令。你的教示是我所喜爱，是我的老师。我受着拍伫涂骹，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我对你讲起所做的代志，你有应我。求你教我捌你的规例，求你予我明白你的律例。我通默想你奇妙的作为，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照你应允，予我恢复元气。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施恩教示我你的律法。我有经真实的路，我看重你的规例。我持守你的教示，上主啊，求你毋通予我失败见效。我要热切追求你的诫命，因为你有开我的心窍。听是上帝予阮的诫命，恳求主你帮助阮，愿意用你的旗来听人，来得胜。帮助阮将心中的恨拢去掉，予你的听充满伫阮的内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